不老男神李准基重生回到18岁，开启开挂人生。西柚费尽心思阻止事故，却还是没能改变历史。西柚悲痛欲绝，无助地呼喊着父母，不断懊悔自责没能挽回悲剧。却在这时听到了父母的呼喊，西柚喜极而泣，看着明明自己受伤，还只顾着担心他的父母，更加心疼。救护车赶到后，西柚想要看看那位害死父母的肇事逃逸者，听到警察说那人是酒驾，而且当场死亡。随后看到赶来的竟是赵议员身边的金秘书，而肇事者就是赵议员的儿子。西柚想到那时男人还打算培养他成为下一届的政界明星，明知自己就是害死西柚父母的仇人，还厚颜无耻的坦然在他面前夸夸其谈。西柚清楚当时就是赵议员一手遮天，藏匿修改了肇事事故。警察找西柚做目击者陈述，西柚爸拦下他，让他和母亲先回去休息，由他去做陈述调查。西柚清楚历史更改，赵议员失去了儿子，肯定会变成更加冷酷疯狂的恶魔，但现在他为了家人也会变得更加强大，能与之抗衡。赵议员很感谢金部长守住了他儿子的名誉，他也会忘记悲痛，继续为国民工作。钟仪仗着自己父亲是警察署的署长，一直霸凌欺辱西柚，到现在也来挑衅嘲讽西柚。韩美出面解围，还让西柚加油考上大学。西柚这次的模拟考得了第1名，补习班的院长十分激动，将他调到了尖子班。被挤下第1名宝座的瑰丽找到西柚，放出狠话，下次不会再让着他了。西柚没有生气，反而关心他的身体，让他按时吃饭，不要只吃这些东西。小混混不花钱就想拿烟，被西柚反怼，恼羞成怒，正要挥拳，被西柚轻松单手拦下。西柚3、2下就教训了他。一个男人突然从后面袭击西柚，被西柚一招制服，小混混们一拥而上，都被一一打倒在地。李准基超然星际高能来袭，正义检察官重生归来，打响复仇战役。西柚将自己要考大学的事正式告知了父母，得知儿子的目标是韩国大学的法学系，而且现在的成绩还是第1名。西柚爸不敢置信，以为儿子是作弊得来的成绩，叮嘱他作弊到这个程度可是犯罪啊。西柚哭笑不得。新闻播报赵议员将参选下一届党代表的政党大会，时间正照着他的记忆流逝，过去的事情都在真实的发生。西柚清楚，马上就到了要阻止命运的时刻。3个月后，西柚正在补习班的时候，突然停电了。西柚想到那天也是雷电交加，发生了停电，火速冲去了记忆中的地点，果真看到了晕倒的瑰丽。医院里，西柚看着苏醒的瑰丽，将药片都倒了出来，让他想睡就直接睡，不要再吃这些东西。瑰丽吃这个药物是为了减少睡眠时间，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学习。因为很感激父母，所以想做得更好报答他们。西柚明白他的心情，也知道瑰丽是因为自己是养女，所以才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。瑰丽很震惊西柚是怎么知道这些的。西柚劝解他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，并不是他养父母想看到的，不希望他再用错误的方式去报答。西柚回忆，一直名列前茅的瑰丽，却在高考时晕倒，没能完成考试，因为过量服用了清醒剂。晕倒后发现的太晚，还留下了后遗症。后来听说瑰丽第2年去了韩国大学法学系，但他却从未在那听到过瑰丽的名字。西柚希望他今天改变了瑰丽的命运，他的未来也会有所不同。李准基重生，开启开挂人生，英雄就没爽文来袭。西柚意外听到钟义打算用药品让韩美乖乖听话。西柚来到夜店，寻找着他们的踪迹，在包间看到了昏迷的韩美和满脸猥琐拍着照片的钟一。钟义拿起一个酒瓶砸向西柚，西柚淡定地将门关上，决定好好教训一下他们。西柚火力全开，几人毫无招架之力，钟义狼狈地爬出去，又被西柚扯着头发抓了回去，随后潇洒地背着韩美离开。韩美醒来后，西柚将钟一的手机交给他，韩美这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。钟一仗着自己老爸的身份，恶人先告状，将韩美和西柚诬陷成了施暴者。钟一爸颠倒黑白，将自己儿子塑造成了委屈的受害者。这时金部长破门而入，他也是西柚未来的上司。他质问钟仪是否做错了，钟一一脸不屑地说自己没有做错。金部长起身解下手表，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。原来他是为了韩美才这样做的。西柚疑惑不已，金部长明明只有一个儿子，哪来的女儿呢？韩美为了感谢西柚相救，想要请他吃饭，却被西柚拒绝。西柚突然俯身凑近韩美，韩美有些不知所措。西柚解释自己闻到烟味就头晕，韩美身上的烟味太重了，这就是他拒绝的原因。瑰丽为了感谢西柚，将自己辛苦整理好的重点笔记送给了他，还耐心地教导西柚学习。韩美看着亲密的两人，醋意大发。很快迎来了高考，西柚听到父母为了他读大学准备贷款，打算靠自己的努力赚取学费。敏金老师给他推荐了一份兼职，原来他哥哥就是未来胜诉率极高的姜律师。西柚听到姜律师正要处理的案子是那个用了5年时间才胜诉的官司，早就知道答案的西柚开始收集资料，找到攻破点，帮助姜律师成为了业界的明星律师。
姜律师为了感谢西柚，也给了他很高的报酬。美强惨代表男神李准基新剧来袭，重生后开启爽文模式，全程炸裂高能。西柚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韩国大学的法学系。新生入学的西柚完美地解答了教授的问题，一下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也吸引了社牛明秀的注意。他主动走上前和西柚攀谈，还强行拉着他一起去喝咖啡。路上，西柚就吓了差点被扫把打到的女孩。女孩经常来给弱势群体送便当，是因为老年痴呆的奶奶是犯病了才会大打出手的。韩国大学的迎新派对上，西柚一袭西装闪亮登场，遇到了未来赵议员的走狗姜振。明秀和姜振是老熟人了，他们是医大的同期学生，但两人互相看不顺眼。明秀还读了美大和英大，现在又考上了法大，学习对他来说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但西柚在未来却对这个人没有丝毫印象。看着走上台的法学系前辈，竟就是他未来的上级张日贤，也是极力阻止西柚调查赵议员的人。西柚不想再听着他虚伪的言论，刚走出门就遇上了明秀，被强行拉着去喝酒。两人遇上了白天的那个女孩，她正在讨伐猥琐偷拍男，男人被抓了现行，还不认账。西柚立马报了警，拦下了要动手的偷拍男，男人随即被警察带走。有个黑帽子男人却一直在暗处偷偷注视着他们。女孩很感谢西柚出手相助，她是韩国大学计算机系的新生西雅。西柚总是觉得她很眼熟，却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。西柚回去的路上，总感觉有人在跟着她，回头却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，正是未来那个将她丢下高楼的男人。